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我们去相城区的黄带镇唱婚宴。随着这个放开啊，我觉得平潭市场是已经完全恢复到了3年前。今天光一个相城区就有5个地方有平潭演员在唱婚宴，也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21世纪的信息化时代。在我们毕业之后，一般都会到各个婚庆公司去备注一下，这样哪里有结婚有需要都能找到合适的演员。开过来很快啊，20多分钟。新黄带大酒店。本来我和镜子打算这2个月就在家里歇歇的，因为我想孕妇大着肚子可能台上不好看。但是新郎说没关系，我就要你们来演出。你们肚子里有宝宝，不正预示着我们早生贵子吗 ？Nice。今天这里是有人结婚吗？嗯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小李老师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厅不是很大，大家看一下。只要新郎和新娘能够恩爱一辈子，结婚的时候吃什么、多少桌，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。我内心真诚的希望，我希望我唱的每一对结婚的新郎新娘都能够白头到老。演出开始还早，我现在先去后厨看看这里选菜的地方价格怎么样。老百姓关心的就是菜篮子。清蒸小白鱼68，大黄鱼68，海鲈鱼也是68，斑节虾258一斤，鸡尾虾8块8一两，珍宝蟹。香港回来，这个劲还没缓过来，我现在看什么都觉得好便宜。等上台。我唱一曲，镜子唱一曲，轮换着来。彼时为梦里呀，是为梦里呀，是要。Later， 演出结束，回家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就像我们刚刚出来，酒店外面有10几个男的聚在那里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就问他们，他们说他们就是职业代驾，只要有婚宴，每天晚上就可以接到单子。那就像我和镜子是唱，对吧？大家评论区我都看，唱堂会。经常有朋友私信我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么高雅的艺术，怎么老是去唱堂会？是不是把这个艺术贬低了？怎么可能啊，朋友们，这本来就是民间艺术，堂会就是最原始的形式，也是几百年来一直发展到现在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什么是艺术？我认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，就是最朴实无华的艺术。